大家好，我是今日要同乡下做义工运动嘅家人咯。今日特別邀請到我嘅師傅顧亞明先生。冇錯，聽到我鄉下嚟做運動，要做義工以前呢，我先嚟做暖身運動。嘅義工最重要嘅係咩嘅？就係跳戲。所有嘅義工嘅動作呢，都會同跳戲有關。故說暖身運動，就先嚟學習用板嚟跳戲。一開始呢，我嘅腳會打開來，讓我嘅肩頭安尼平發。佢撒下來，我嘅手把掌合起來，變到我嘅肚臍嘅部分。跟你跳戲嘅時間呢，我感覺我嘅肚臍由起安尼膨起來，用我嘅屁股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最後嘅係8步嘅時間，我腳起腳落嚟，冇辦法咩冇相關5秒鐘未做到啊！好，嘅側面來看一下，變到我嘅肚臍當中，腳起嘅時間，我嘅肚臍會抬起來，用屁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聽我嘅肚臍嘅時間，會使我嘅肚臍硬硬嘅，安尼就錯嘅哦。好，腳起過後，我跳起呢就用我嘅嘴，咩係8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，再過來100哦，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嘴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！佢所有義工嘅動作都會配合一跳起來做哦。佢撒下來呢，來做肩頭還有強硬嘅暖身，右手翹起來，變到讓那位嘅肩頭有感覺，我嘅肩頭啲後背要用力嘅去表後背，唔過我嘅強硬呢，我彎撇有拉扯嘅感覺。記得我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看到後背就動好啊！跳起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彎撇左手變到右手嘅肩頭，去後背嘅感覺。眼睛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到後背就動好啊！來1、2、3，腳起5、6、7、8，動好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。佢撒下來呢，較難一些咧哦，手打開來，腳起1、2、3，就做嚟推了你這極限5、6、7、8，動好。來左片跳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再過來100，1、2、3，我腳起哦，5、6、7、8，分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，安尼手變下來。本也起，安尼壓下起，然呢就係人嘅暖身運動哦。佢撒下來呢就停停向下來做義工了。歡迎大家又來到緊嘅義工嘅時間了。今晡日呢，我搞太刺激嘅動作呢，我動中醫按到壓丹田，做埋動中醫咯。因為呢，也係減皮嘅時間最好用到嘅動作。大家喺講先會減皮，聽咗我學會一隻動作。好，佢一動作呢，按到壓丹田，壓丹田。一開始呢，腳準備動作，打開來，讓我肩頭平發，腳尖打開15度，身體轉過來右邊一些，手呢翹起來，左手呢一左手我用到我乜嘢呢？下來嘅時間呢，我保護人嘅肋骨，因為等下會很激烈哈，故此呢一聽到會涼下來啊哈，所以下來看一下，好，
佢右手鬆起，下來嘅時間呢，看眼嘅數字，直接撒下來，壓緊，好用力哦，再過來一擺，直接，再過來，再過來，卡卡掉一些，等下就要按腳，再過來一擺，我記得啊，好，佢跳起呢有一絲絲嘅冇強用哦，數據變到人嘅讀書蛋糕，着起，起講也係強用。跳起嘅時間，我1秒鐘，還有嚇嘅聲音，我出去，我做嚟100，跳下嚟做100哦，嚟着起，跳起，我要按太上哦，再過100，着起，跳起，等下就會按太上哦，鼓手呢數，一時間着起，下來嘅時間，出去，做得哦，着起。記得哦，個腳呢，鼓下來，差唔多4-5度，好，安尼，壓下來嘅時間呢，後背嘅腳會安尼踮起來，重新嘅低頭前，都會徛起來，唔會跌倒就會錯嘅，好，下來就會安尼，再過來1擺，安尼，好，也係慢動作，對，真實做100本睇起來看咯，來。鼓，來，就要按腳，再落，再過來一擺，腳起，跳起，聽錯會嚇出去，好，再過來一擺。鼓手呢，鴉片因為下來嘅時間，動用力，鼓手聽錯會保護好人家嘅肋骨哦，好，穩片，未係咁用，差唔多4-5度，豎起起來，先聽聽來做，下來。係安尼，好，再過來一擺，唔記得啊，係直接再過來壓住，來，1 ，OK， 停腳，鼓下來，停跳起哦，腳起，來，再過來一擺，再過來一擺，等好，好，給。平常時第一副看呢一片呢，我做900，一下呢就停停下，向下來做，來，1、2、3、4，重新來彎哦，5，一條前，等好，6，一條前，7，一條前，8。還有前面一隻，等好9，等好作為彎片，每種會像我師傅安尼左片一下，右片一下，看你中一路做得，好來，1，來2、3，腳起動重要，4、5、6、7。還有一隻9，當好，也就係後來按姿勢，也就係啊丹田咯。佢撒下來呢，很多嘛講呢，劈丹田，像讀東西咁樣，腳骨打開來，打開4-5度，出去，弓箭步，好，數個手背相碰，一條前。要盡量的，不用輕鬆，安尼，好，撒下來呢，打開來，停，最後嘅係人嘅呀，係一條線，好，也係最標準嘅，不用輕鬆，撒下來呢，強用嘅跳起，我記得，嘅腳起，下嘅時間要做乜嘢呢？哈，然後壓着強用。壓鉗嘅方法係強用嘅，壓片呢壓鉗條左片，去對定壓壓，壓右手呢對到下硬，安尼，好，再過來一擺，打開，來，等好，來，我記得跳起要壓動衝腰，3，好，給你打開來嘅時間呢。
喂，你細細嘅鉗，安尼，好，再個禮拜，打開，細細做起好未？你，好，來碗片，咁樣，腳骨，好，打開來，來聽，來咁樣，好，不用強從我看條前啦，哈，來做，你好聽。呀呢，我看也驚見呢，一片我看呀，好打開來，一片我看條前，打開，好來做，一片雖然人嘅驚見係轉過來，唔過呢也係係一條線哦，大家聽錯我記得，做唔得背咕咕，唔係安尼，好咩唔係安尼，輕鬆一條線，安尼看條線，做得好。佢一下呢，一片來做9擺，天天嚟做，來，一推，二，最推，我喊出來啊，3、4、5，我離開咯，6、7，看條前，8，看條前咯，9，好，調一下，碗片來，1，你等好看條前，看條前等好，3、4。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後呢，就係基本嘅屁丹田，還有壓丹田，要兩個動作呢，對鋼皮呢都動用好哦。嗰時候睇起嚟做衣服卡嘅時間呢。一片我做19擺嘅壓丹田，嘅屁丹田嘅時間呢，就一片嚟做9擺，就做得咯。嘅一下呢，大家就去飲下水休息一下哦。嘅接下來呢，通常呢，很多嘛講咯，很多搓丹田，有人講呢搓草繩，嘅嘛嘅意思呢，就係有安尼。搓嘅感覺，一開始呢腳打開來，咁樣15度出去，咁樣係弓箭步。而家數呢，喺個地方卡冇咗2天嘅時間，比如一片嘅時間，做一半嘅小暖嘅高向呢，轉過來做下背嘅動作哦，好來，嘅數嘅動作先小嘅一下，命咯呀，命轉去，呀有啲重點清楚做唔得唔記得哦，就係命嘅時絕對，不管左片還是右片，絕對做唔得見工也係心創，也係動重要嘅，人嘅氣呢就有可能會唔順哦，嗰時候嘅路線，本睇下看，第一行到呀，有啊，第一過來，再做，絕對冇下來哦，做，下來下背，嗰時候有2個數把種，就1、2、3，動好4、5、6、7、8，嘅碗片師傅放下來1。咁樣1、2、3、4、5數，你先來做數就好，7、8，再個禮拜1、2，也係沖掉，做唔得下去哦，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也就係數嘅部分，嘅也通常嚟動重要嘅係腰骨嘅部分，你男生沒有做過，嚟一片。
腰骨下去，1、2、3，停，不用轻松，好，然后头呢就会看呀，左斜上，好，来，手呢安尼搭定呀，係正確嘅，來轉去，5，動好，7、8、1、2，停，看蛋糕，然後腰骨這樣往後躺，好，3、4，轉去，6，跳拿下去，3、4、6、7、8，跟日嘅腳呢，一開始係鴉片，左片嘅腳係彎嘅，過來嘅時間，我放下右手片嘅腳係彎嘅哦。好，來1、2，要氣咧，切掉一順，5、6、7、8，跳去，3、4，腳骨要記得彎咯，3，動好，半片嚟做腳扎，準備來做2。咁樣看蛋糕，5，秒動好，又嘅腰骨，去腰背，動好，3，數嘅路線記得，5、6、7、8、4，動好，腳骨拉彎啦嚇，5、6、7、8、動好，腳骨重新彎，來，再過嚟2隻。動好，前面隻加油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來休息。好，一隻動作對你嘅脊椎呢，你係動好嘅。嗰數地方看呢，冇辦法睇後背冇相關，天天嚟做你的極限就做得了。好，佢稍後嚟呢，另外一個動作呢，很多取丹田，佢取嘅感覺呢，顧名思義係人嘅。腰骨或者彎起有關咯，嗬！一開始先來數，人嘅腳會比人嘅肩頭較快。OK， 數，夾起來，來，一看難一些，唔過人天天嚟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做得下去就下去，做得下去就停到一片，6、7、8、5、3，你嘅腰骨唔好安尼骨下來哦，我做安尼平嘅，做得起下尾就起，好，頭呢愛看頭前，是一看大眼啲，是穩數，看頭前哦，看3、4，總得安尼，看頭前，總唔得研究一絲絲就好，頭起。腳起，然後數8種，然後起輕，起上來，半片輕，數愛下去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要動然呢，做一動作嘅時候，人家師傅，我讓你勁去做唔得，人家師傅聽說一張，和定住腳，沒做唔得安尼。變來變去，有人想喺下去喎，一腳骨就卡起來，做唔得。腳骨聽錯一張，下去就做極限，唔好做唔錯，聽錯去做傷口，將牙氣將會損好。入邊準備，腳起，頭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動好半片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。嘅加下嘅搓丹田係有一個取丹田，大部分都會向下來做。嗰時呢，人向下來一片來做9擺哦，人啲搓丹田開始哦，來，準備9擺哦，來1、2、3、4，跳起，動好，要嗨聲去動好嘅，2、3、4，下嘅時
直接让人去跳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跳，动好，4、3、4、5，动好，来，5、3、4、5、6、7、6、3、4、6、7、8、7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3、4、5、7、8，翻片来，1、2、3，叫过来记得翻哦，5、7、8，数字条不用轻松，5、6、7、3、4、6、7、4，脚起，跳起，5、3、4、5、7、8、6，动好，5、6、7、8、7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、1、3、4，有前面再动好，9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。好，接下來來做取丹田，來做2集就好咧。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翻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。好，以下呢就是基本嘅取丹田還有搓丹田咯。睇緊你地府卡嘅時間，一片做嚟做900，做嚟前日會卡嘅你向下來做氣功咯。